歡迎嚟到連結呢個頻道，我係張師奶。師奶閱閱讀充實心靈。脈輪到底係乜嘢嚟嘅呢？佢同通靈、靈性開發又有乜嘢關係呢？根據約翰嘅介紹，脈輪源於梵文，意思係轉動嘅輪。佢哋係人體嘅能量中心，就好似一套能量天線，負責接收同轉化外界嘅信息。呢7個脈輪由脊柱底部一直延伸到頭頂，各自影響住我哋不同層面嘅身心狀態，分別係： 1. 海底輪位於脊柱底部，關乎生存本能、安全感以及腳踏實地嘅力量。 2. 臍輪位於肚臍嘅下方，關乎創造力、情感流動以及親密關係。 3. 太陽神經叢位於胃部，關乎個人力量、自信以及意志力。 4. 心輪位於心口位置，關乎愛、慈悲、同理心以及連結。 5. 喉輪位於喉嚨，關乎真實嘅表達、溝通以及聆聽。 6. 眉心輪位於兩眉之間，關乎直覺、靈覺以及內在知覺。 7. 頂輪位於頭頂，關乎靈性連結、宇宙意識以及開悟。約翰特別強調，每一個脈輪都好重要，7個脈輪必須保持平衡，我哋嘅心靈先至可以平衡。無論邊一個脈輪失衡，都會出問題。佢亦指出，脈輪必須能夠打開，亦能夠關閉，先至唔會受到周遭能量嘅干擾。約翰嘅核心提醒：平衡勝於一切。約翰特別強調，靈性開發並唔係指盲目追求開第3眼，又或者連接高我。一個健康嘅能量系統必須追求整個系統嘅平衡。1. 扎根現實。如果你忽視咗海底輪，而一味追求高層次嘅連結，靈性開發就會變得離地，難以喺現實生活中修行。 2. 愛的連結。如果你心輪封閉，即使擁有通靈能力，亦感受唔到靈界傳遞過嚟嘅慈悲同愛。 3. 能量邊界。健康嘅脈輪必須能夠打開，亦能夠關閉。只有學識調節，先至唔會隨時隨地受到周遭雜訊，又或者負面能量嘅干擾。脈輪係我哋身體裏面連接天地之間嘅橋樑，保持呢7個能量輪穩定咁轉動同平衡，我哋嘅靈性之路先至能夠行得更穩、更健康。